继续来关心这花莲公园，讲到这灾情是真严重。国防部长郭立雄在今仔日也亲身去到花莲勘灾，也由这行政院的政委桂连成来做这前进协调所的总协调官，宣布这调整救灾机制，甲这光复乡7个村调整做责任区，由官方指挥官进驻，要伫咧中秋进前，甲这烂土变好清气。 怪手无用咧乌落高仔梅，边仔山鸟共款无用安尼载来载去。花莲马太安溪崩山乌崩花，严重损断光复乡。到今继续敲找失踪的人，伫不做街有民众已经等9日，希望当找到失去联络的爸母。跑去询问，跑去找，他有没有可以来帮忙的，也是真的都没有。对，今天看到这样开花，心里只感慨，谢谢，真的谢谢大家。因爸母输当时是去工寮顺菜园啊，煞拄着大水。 即马拢去落高仔梅淹去，民众也是希望会当找到人，甲因爸母带转来。咱若国军嘛动员官兵加入救灾的行动，守护家园。拆掉还是要维持原地了。国防部长郭立雄找伊去花莲勘灾，有去一间人家厝关心清垃圾土的情形。这间厝的受灾户都是军官，大水来的时，带3个囡仔入去探水，水淹甲阿妈滚。加在有经过迄个时阵，顺利得救。你站在床上面。对，我就站在上面这样。 然后小孩把他搬到衣柜上。官兵做伙甲掉伫土地的轿车塞出来，另外一边嘛去人家厝协助清垃圾土。光复乡灾区连日4个拢会当看到官兵，即个国军拢总有超过3000人投入救灾。除了国军，还阁有真侪志工甲爱心团体做伙来灾区斗3工。行政院政委桂连成轮到做前进协调所总协调官了后，宣布要调整救灾的机制，甲光复乡7个村划做7个责任区，由军方指挥官主导人力的调派。嘛头一届使用军方的用语来进行调度，希望要拼伫中秋进前，会当完成人家厝甲车路清垃圾土这2大任务。这次来的志工有80%以上全部都是年轻人，把我们分配的志工带到我们的7个村的某一个村。 看哪一个村最需要人力，我们送过去。未来规划会由军方伫咧车头用卡车来载志工，调派甲指挥志工去需要斗3工的所在，希望提升救灾管理的效率。即个大水甲马太安溪桥冲断去，外界关注便桥大的进度。目前施工的厂商已经甲安讲坑落，而且有乌甲原地溪补的深度。研判未来若是拄到大水的时阵，溪流的跨度甲深度有增加，会当互大水较紧通过。 能够通的话，可以让我们走的话是最好。交通部表示，会伫15进前完成罗南甲上北方向的便桥，明年1月份进前完成更替便桥。咱若主要桥的部分，伫115年年底完成单向的车道，116年的年底完成双向的车道。记者综合报道。